原来都上帝，也是安尼，时常伫咱交际的所在，互咱会感受到，甲咱相甲比较。咱的信息重点了后，新的开始，由维金牧师要来传讲，这时请咱安静来听。各位兄弟平安，咱伫遮做伙来分享上帝话时，今仔日我要用一个真趣味的题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重点了后的新开始。重点了后的新开始，咱通讲，咱即马是一个21世纪，伫一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阵。其实，咱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心内叫着跳。为虾米？因为咱发现，这个新的世纪是一个足侪挑战的世纪。比如来讲，上大的问题就是地球咧暖化的问题。有人讲，热1-2度有啥物要紧？衫减穿一领就好。减有较大的代志，但是咱发现，当咱的地球哪来哪小，咱的主机能的时阵，就咱的海哪来哪悬。咱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生态难民，生态难民啦，即无法度伫因的土地叫海引起所失去国家、失去身份认同。失去土地、失去生活的所在，这群人就受牵线到别个国家，因的民族、因的国家、因的身份、因的历史、因的文化，就一点一点的消失。这是足大的危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咱的能源的问题。有人讲。伫我较少年的这代，爱好好啊锻炼咱的身体，骹的力、腿的力，爱甲练好好势。为虾米？因为当伫我较少年的这代，因年老需要坐车的时阵，就剩下人力车，2支腿家己行尔。因为石油就无去，车就袂振动，人就爱靠2支骹来家己行。因为真多这个危机挑战，就西方的神学、哲学最近一个足热的讨论，就是常常集中伫2个名词内底，一个叫做终点，也是终结，叫做 end 或是 ending； 另外一个叫做新的开始，叫做 new beginning 啦。最近阁有一个足热的议题中。叫做玛雅的新的历法，讲2012年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好莱坞的电影对流行，电影毋是一出，佮2出，2012，毋知大家熟悉无？一个电影爱拍2出，听讲一出较好看，一出较歹看，2出拢咧讲世界末日。但是咱后来。透过较真侪好的研究，就发现，其实那是玛雅的人民要换一个年历尔，敢毋是换一本这个律法书尔，甲世界末日一点关系拢无。真趣味伫办公室内底，咱的宜勋干事的先生，伊的生日就伫旧的世界完结12月21日，所以伊是旧时代的终结。我的先生的生日拄好过一天，是一个12月22日，所以是新时代的开始。但是我常常会困一醒起来，世界嘛是同款，地球照转。所以咱伫遮发现，终点敢真正就是终点吗？新的开始，感觉过一年会前一年无关系嘛？西方有一句话真趣味吼，
伊讲重点就是新的开始啦，重点就是新的开始。Every end is a new beginning. Every end is a new beginning. 这个话伫新的世纪开始重新来流行，足侪人就开始有新的解说，甚至有人讲啊，其实终局就是新开始。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其实重点就是新的开始。那咱再退一步来想，咱就相信这个 end 这个字，真趣味敢毋是？有人讲字愈简单，意义愈复杂。一个敢若 end 的 end， 都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 end， 重点、终端、端点，甚至是迄个 button 底部啦，拢是用 end 这个字来正做一个解说。但是 end 也有另外一个无同款的形式，加一个 ing ending， 哇，代志搁较复杂了。有人会问讲，哈，重点搁加 ing， 啊，这是什么意思？结束搁无结束，哪亲像有结束，也哪亲像无结束。end ing ending 是什么意思 ？ending 的意思其实是终局，其实是终曲，最后一曲啦，最后一个唱歌的时阵，甚至是讲一个演讲，叫做 ending， 就是最后一个结论，最后一段啦。但是 end 加一个 ing， 代志较歹办，因为伫这个终末也是讲重点的时阵，佮加一个继续的感觉伫内底，哪亲像完结，也哪亲像佮要重新开始。ending 真趣味，所以无论是 end， 甚至是 ending， 是终点，也是一个终局，拢包含真趣味的三项事，就是起头、过程。甲最后的结束，起头、过程甲最后的结束，甚至足少人知影一项事，就是这个 end， 佮有另外一个足趣味的意义。end 就是目标，就是目的，也就是咱要开始一项事、一项计划上起头所设定的一个方向。甲未来啦，哇哦！原来咱的 end 会当生出遮济、遮趣味、遮丰富的意义。end 是起头，是过程，是结束。end 是咱的目标，是咱的方向，是咱的未来。今仔日所读的经文讲到雅各，无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通讲是雅各的重点。以色列的新开始，充满这相同的意义，充满相关的意义。伫这个201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是2012年的重点，来讲这个 end 甲 beginning， 雅各的重点，以色列的开始就真趣味。因为虽然咱伫遮要结束2012年，当时咱也伫遮要开始准备好迎接2013年，用这个做主题，咱来思想上帝要透过圣经对咱讲话。今仔日的经文讲到雅各，讲到以色列两个名，这两个名伫创世纪真正重要。那咱看圣经头尾小参详一下，就发现伫这个段圣经的后壁，就真正雅各开始结束。因为雅各回到伊的故乡，伊重新开始，结果是安怎呢？结果发生什么代志？就是拉结伊上疼这个某，就生上细汉的囝便雅悯。结果就死亡来离开世间，过来以撒伊
爸爸就过身，过来约瑟的故事就开始展开，开始开展过来。过来，伫约瑟伊的死亡，甲伊最后的交代内底，就整个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内底，足侪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的故事就到这结束。创世纪内底差不多40%周以上，拢在讲亚伯拉罕的故事。11章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伫到50章就讲到约瑟的过身，最后的欢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4代的故事就到最后来结束。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雅各有一个真重要的行为，上帝嘛有真重要的行为。上帝的行为就是对雅各来显现，搁一摆甲讲：你无搁叫做雅各，你爱叫做以色列。对打开始，你毋是雅各，你是以色列。第二，伊甲定心来声明讲，所有亚伯拉罕的应允，你拢要安怎继承？亚伯拉罕所要继承的地，你要继承；亚伯拉罕要称做万国的地，你要称做万国的地。你的子孙会生大，你的地界会搁较大，搁较济。哇！而且雅各搁一摆互上帝来应允，伊就有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伊起一个石条，伫遐来压这个油甲酒，伫遐来叫这个所在叫做伯特利，这个名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殿。Bethany 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殿啦，上帝三角甲人聚集的所在。其实咱若想看圣经头尾看者，就发现这毋是第一届上帝甲雅各讲，你爱改名称做以色列。第一摆改名是啥物时阵？就是雅各要转去甲伊的哥哥来好好的争一年，伊单独甲上帝做伙的时阵，上帝来伊显现迄个使者落来，甲伊伫遐相应，佮甲伊的腿挨一下，互伊怎以后行袂紧，走袂行了后，雅各讲你爱甲我想事淡薄女嘛，无咱安尼相应一年真正辛苦。迄个人就甲讲，伊要甲改名，称做以色列。以色列，雅各嘛是搁一摆讲遐迄个所在叫做足歹读的一个名，叫做毗努伊勒，就是伫遐我看见上帝的面，伫遐看见上帝的面。两摆上帝显现，两摆会改名。讲到改名，讲到要继承亚伯拉罕的福分，所以为打开始，这个不断的掠的这个雅各，就称做上帝的王子以色列。因为雅各的意思就是掠，直掠，无法度放手。但是以色列是上帝的王子，是生做继承人的王子。是要继承君王的位啦，而且咱看见雅各的重点，看见以色列的开始。对当了后，上帝到雅各死的时阵，也在教示一项真重要的功课，就是改名后壁的意义。讲你唔好搁掠啦，你唔好搁直抽啦，你爱放手，你爱挖靠，你爱相信。伊所继承的毋是迦南的地尔，伊爱继承亚伯拉罕迄个信心的功课、信心的福分、信心的传统。你爱放手，你爱挖靠，你爱相信，你毋好搁掠啦，你爱相信上帝。这个故事了后，雅各有失有得，伊去失去伊的某，失去伊的爸。但是伊嘛得到一寡代志，伊得到新的一个囝，伊得到新的地，正做产业。
伫失去甲得到的中间，一代人以撒就过去，一代人约瑟便雅悯就开始兴起。这是亚伯拉罕的家族搁一摆来经历伫终点的内底有新的开始的一个道理。伫终点看见新的开始，伫已经存在的代志，看见也未显现的代志，也就是规本圣经所在教示的信仰故事的特色，也就是耶稣所讲这个上帝国真理的奥妙。伫顶一个世纪，就是20世纪初的时阵，上帝国这个神学观念通讲吵甲真闹热，甲咱这个世纪咧吵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是这个世界末日同款。迄阵啊，大家咧讲问一个问题，讲上帝国到底来啊未？耶稣的拯救敢毋是完成啊？是啊，完成啊！耶稣已经搁活搁上天，所以拯救完成，敢毋是？但是咱常常咧想讲，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甲上帝国就是上帝最主最王的国，差真多，敢毋是？世界要有犯罪，要有死亡，要有困难，要有目屎，要有空嘴，所以到底上帝国来啊未啊？是来还是无来？所以 Princeton 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Johannes Voss 这个人，就伫19世纪的末，20世纪的初期，讲一句真趣味的话。伊讲上帝国是已经来啊，但是还未完成啊。这个人真聪明，敢毋是？伊回答这个问题两边拢顾着。伊讲上帝国来啊啦，但是还未完成。所以上帝国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断扩展、不断进行的过程。所以耶稣的拯救工作已经完成，但是咱甲逐人引到基督的面前的这个工作，福音的工作也未完成。上帝公义已经显现，但是咱行公义、心存怜悯，甲上帝谦卑三同行的这个人生的过程也未完成，敢毋是？更加讲重要的就是，咱的上帝是一个做新事的上帝，是一个有创意的创造者。所以，伫这个上帝国已经来却还未完成的扩展的过程，嘛会当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细汉囡仔常常爱问的，老基督徒常常爱问的问题，讲身天新地内底，身体新地内底，敢若学老上帝，敢袂真无聊？哈利路亚，阿们，娘娘，安尼人生敢会真无聊？啊，伫身体新地内底要做啥物较好呢？逐项拢完成啊，无代志通做，要安怎？但是咱若深深了解圣经，就发现上帝是一个有无穷创意的创造者。所以耶稣安尼讲，上帝天父做工到今仔日，我嘛做工啦。所以上帝是一个不断创造、创新做工的上帝。新天新地嘛是一个新的开始，继续扩展，继续创造，继续欢喜，继续参与伫上帝新的代志内底，真趣味，真有意思，敢毋是？所以上帝国是现在，是未来，是已经存在，是还未完成。其实咱人生的路程，也是教会事工嘛是安尼，敢毋是？咱讲。咱做伙伫双连教会来组织、来服侍，其实咱迄个美好的战争也未拍完，敢毋是？咱的老陈牧师就是陈启准牧师，伊大家爱讲一句话，伊讲这栋老啊厝，大楼会坐足好行的，大家坐心就行了。但是有一项坐是永远行袂了，是啥物的坐啊？是福音的。是福音的罪，就是互整个上帝国继续扩展的这个事工甲使命，所以咱也继续进行，还未完成。
重点就是新的开始，重点也是目标的意思。所以咱的生命是不断用上帝加做咱的目标、咱的方向、咱的未来，往头前来跑走，就咱袂摇错，就咱行伫上帝的道路内底，就咱一生中间袂行毋着方向。今仔日，咱伫礼拜中间，咱要送走2022年的主日。咱嘛伫礼拜开始，咱要迎接2013年。咱伫遮用保留、继承迄个过去美好成果甲传统的心，用感恩的心，用感谢上帝甲圣人的心来送走2022年。咱都爱存欢喜快乐的心来面对新的2023年，万事万物拢有终点，嘛有起点。我最爱有一个故事内底，女主角 Emily Prentice 伊讲一句话，伊讲我总是听见，每一个终点就是新的开始，只是咱迄阵毋知尔。我深深意爱安尼相信，是啊，咱嘛是安尼相信。因为旧年的终点就是新年的起头，因为人类感觉绝境所在就是上帝同伊的工作的开始，因为相连教会100周年庆典的时阵，也就是咱宣告新世纪的起点。更较重要的，上帝是起头，上帝是末后，上帝是阿尔法，上帝是欧米伽，上帝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面对每一个结束，咱伫重点感谢感恩，搁伫遮学习，咱来归零啦，咱来倒空家己，咱来倒空咱家己。咱伫遮无因为过去的成就就骄傲，也无因为过去的挫折就感觉累积。甲家己归零，甲家己倒互空空，搁一摆，互这个重点成做新的起点，咱就伫这个点的顶面继续有比，继续起跑，继续重新开始。那咱深深理解，重点就是起点这个真实的道理。咱无论伫人生什么款的状况内底，咱拢会当老练，会当知影安怎来行咱人生的道路。咱伫人生会深深的谷底的时阵，困难的时阵，虽然路途真长，山真悬，但是咱原来会当坚持到底，因为知影忍耐到最后就会得到成就。甚至咱伫人生的关山的所在，咱也袂伫遐讲啊，咱就搭三个布棚伫遮过一世人好，莫落山啦。山顶遮水，为虾米需要落山？咱知影人生的迄个上悬的山顶，嘛是中途尔，敢毋是继续往头前行。所以咱就袂骄傲，袂感觉心内已经丢跳，咱就会安全落山啦。因为落山上重要。骹步爱稳，爱安全落山。下一摆，咱伫遮，搁一摆讲平安的时，下一摆，咱搁伫遮继续来做伙敬拜上帝的时，咱就为相连教会庆祝宣告100周年的2013周年来做一个开幕的开始，迄个新的年就开始。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为遐开始，就是个相连宣告新世纪的开始。庆祝100周年是一个重点，敢毋是？但是，更较重要的宣告新世纪，却是一个共一个点顶面新的开始。愿咱伫这个重点感恩，伫起点奋发。伫上帝同在恩典内底，
享受更较大的福分，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用恩典对年头到年尾，成做阮人生的冕流。祝你互相连教会伫过去100年内底，因为你的三甲地地，阮就享受侪侪恩典；因为真侪前辈的努力，阮就享受宣教的成果。主啊，阮也伫遮来做伙来立约。愿意将2013周年，也就是相连庆祝100周年，相连第2世纪的开始的时阵，将阮每一个人家己献上，成做宣教的使者。愿阮亲像相连这个说明所讲的，阮往天就甲上帝连结，往地就甲阮厝边所有的正人连结。成做一个相连宣教的教会，成做伫阮的社区最光最盐、你大疼痛的见证。安尼祈求，安尼感恩拢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